小歹叫，等下叫我老师就好啊，吼。啊，等一下我会带宝宝甲大家做伙佚佗。哦，啊，家己摸身躯一个不要紧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赞哦，啊，好正。哦，这个就对耶。开始5、4、3。今日要来带宝宝甲囡仔佚佗，所以今日要来教囡仔安怎教狗仔耍哦。今日有偌济囡仔。等一下我要带宝宝甲囡仔佚佗，我会教囡仔要安怎正确甲狗仔做伙耍，莫甲狗仔拍着惊，而且会互囡仔知影普通时啊，阮训练师拢是安怎教狗仔的。大家好，准备好啊无？较早大家应该伫外口拢有看到我甲这只狗仔，请问大家敢知影这只狗仔叫什么名？波波，无毋对，你做到诶。所以等一下，伊若过去，恁会当叫伊宝宝，伊听了较惯势。啊，那我是杨头老师，啊，小歹叫，等下叫我老师就好啊，吼。啊，等一下我会带宝宝甲大家做伙佚佗。恁感觉普通时啊，我咧甲狗仔上课的时阵，拢教狗仔什么物？坐落来。敢因坐落来，敢有其他的答案？袂使有袂放尿。袂使有袂放尿，敢佫有啥物答案？训练动作。哦，做动作好。我原本名准有人也甲我讲，我是咧教狗仔算数学的，还是教狗仔弹钢琴？结果无呢，大家拢知影阮狗仔训练师普通是安尼创啥？无毋对，狗仔想要找人佚佗的时阵，袂使夹骹夹手。恁兜有饲狗仔的帮我夹手。好，要毋过今仔日除了狗仔爱学习要安怎甲咱人佚佗以外，我希望咱人嘛爱学习要安怎甲狗仔耍。有的羊仔行到走去，我若一摆出去一抓，一只羊仔放无去，我1个月了我就无羊仔。安尼要安怎？所以咱人着栽培即种狗仔，伊走了足紧的，啊，佮有体力足好的。所以等一下，宝宝会落去甲大家熟悉一下，啊，先莫甲摸，互伊偏。啊，宝宝经过的时阵，你会当轻轻啊甲伊讲，宝宝你好，我叫做啥物名？吼。宝宝放过来啊呢，敢若甲你有熟悉哦，你比你的手。啊，你叫啥物名？你甲宝宝介绍一下。廖平瑞，谁叫我瑞瑞？瑞瑞啊，瑞瑞你好。哦，批着啊。哦，大家有袂？哦，迄皮你的骹恁兜是有饲狗仔？有哦，批着啊。啊，咱甲手出来，互宝宝批一下。哦，尾仔歹摸。啊，有的狗仔尾仔较敏感，骹甲手嘛较歹摸的，摸伊的身躯就好，啊轻轻啊摸。啊，若宝宝要走去，袂使甲你啊轮来，伊会惊着吼，互伊顺顺啊行过就好。好，啊，等一下宝宝经过的时阵，咱讲话啊安怎？啊，细声会当较温柔的叫宝宝。好，第三件代志，目睭莫一直掠伊的目睭强强看。好，啊，等一下宝宝经过的时阵，我会准备一寡宝宝的细手啊，互各位小朋友一人一袋。宝宝经过，恁就饲互伊食，啊手就家己身躯摸一下。好，哦，啊家己摸身躯一下不要紧。摸伊的身躯，摸伊的身躯，摸身躯这边。真好，哈，会当甲摸一下，不要紧，摸伊的身躯，对。你真乖。哎呦，感谢你讲伊足乖，就甲你坐落呢。对。宝宝坐你的边遐，嘴巴敢有面？无啊。哦哟，嘴烂淡淡吼。第一个动作是坐落，脚蹛坐落的手势是啥物？手向头壳起来，手掌头啊，叮当一下 ，yes， 哦，爱互宝宝想一下，对无？
缘投，咱是毋是拢安尼比？我就缘投诶，宝宝嘛会晓哦，所以我比缘投诶时阵伊就会来。哦，会来个。咱一个每一个囡仔拢爱甲宝宝调整一个动作，爱做着较有过关哦。来，我甲牵落。3号。哎，抓起来呀，乖哦。咱若像咱饲这长毛的狗啊，伊就麻烦呢，就是伊的毛爱逐工去甲刮，啊无伊的毛会拍干。互伊休困一下，因为等一下要飞大会算后一个活动。即摆互宝宝休困了啊，我要摕一个物件出来。这个是啥？这啥物？要看卖，等一下我要甲宝宝做啥？你再来喊讲。其他面，这个鱼啊，做好势的哦，会当啾叫活动。这是我普通时啊甲宝宝咧佚佗用。沿水水行，啊就行过，啊来，站好，好，啊就好食。我会摕这粒球，互宝宝对，跳滚啊 ，yes， 好，啊就好食。啊，等一下要安怎？请每一个小朋友带宝宝经过这2个关啊。这粒球向宝宝的边仔来。过来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赞哦，啊好食。哦，这个就是耶。哦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，啊好宝宝食，啊宝宝能去。哦，哦，宝宝知影要创啥？哎，赞哦。好，颜色的这粒球，你看，赞哦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好，好食。好，过来。哦，赞哦，啊，挺好卡。哦，感谢你，爱着我，嘿，恭喜过关。今天嘛，我爱互宝宝休困。原来混嘞，教我这么出名好耍，这教我耍，唔知你出。之前完全没有想过的一些姿势，因为其实，在路上我们每次看到狗都很兴奋，也不知道说原来不能从尾巴摸，手跟脚也不能摸，头其实也最好不要摸，所以其实今天听到之后还蛮惊讶的。会使学着要安怎甲狗仔耍，阁会使甲宝宝耍。多只动物点叮当了学动。1、2、3。